8400尺嘅花園，一個鏡頭都行唔晒啊！花園裏面蝴蝶盛開。Hello， 大家，今日 Donna 帶你哋睇一間超正嘅物業。成日要喺香港買到一間大屋嘅話咧，都要一個小目標。而今日介紹嘅呢一間，唔使一個小目標，你就可以喺西貢擁有到佢啦。實用面積3970尺，空間寬敞，想點樣改造都隨你中意啦。8400尺嘅花園，一個鏡頭都影唔晒啊！喺呢度花朵盛開，蝴蝶飛舞，小朋友隨處奔跑放電，老人家就可以喺度休閒養老，3代同堂，絕對夠你用啊！全個屋苑就只有呢一間個花園比例做得啱啱好啊！又有私家門號，直情係身份嘅象徵啦。關鍵係有穿梭小巴到西貢市，工人買餸，日常出行都暢通無阻。Donna 介紹嘅董事屋唔止花園有夠大，地下仲有2間房，可以俾你攞嚟做客房，又或者董事屋啊！介紹得嘅呢一間，唔使一個小目標就已經可以攞到啦。如果想知道更加多嘅詳情，就揾 Donna 傾傾，幫你諗諗計。我哋下一集再見啦，拜拜！感謝關注。